雙手好似畫面咁放喺兩隻腳後邊捉住腳腕，心口貼住大髀，跟住個頭向下擺，然後提起你嘅臀部。日常生活入邊，如果成日都保持住以上所講盤骨後傾嘅姿勢，不知不覺間肌肉就會經常保持喺咁硬嘅狀態，形成醫生所講嘅腿後腱繃緊，而最終就會因為腿後腱繃緊引致腰痛問題出現。有效大幅咁樣改善腰痛，繃緊腿後腱10秒拉筋運動。請大家準備一張高過自己嘅膝頭左右嘅凳先，跟住稍為坐出張凳少少，將腳趾褪後。位置大概係由膝頭度起，正下方嘅位置就啱啦。之後雙手好似畫面咁放喺兩隻腳後邊捉住腳腕，心口貼住大髀，跟住個頭向下擺，然後提起你嘅臀部，並且慢慢伸直對腳。不過注意，千祈唔好夾硬嚟啊！如果對腳伸唔夠直都唔緊要噶。去到大髀後邊有順暢拉筋痛痛地嘅感覺，停喺度 hold 10秒。小心注意，做嗰陣時心口同大髀千祈唔好分開，分開咗效果會減半嘅。數完10秒之後，慢慢咁將個人還原翻去坐喺度嘅位置，咁樣就做完一組啦。呢個運動記得要每日早晚各做2組，淨係咁簡單嘅動作已經可以好有效改善問題㗎啦。想知更多，記得留意我 Facebook。多謝各位，拜拜。